借唐傳奇三，冰糖，冰玉清輝，文人的風雅頌。相傳唐代嘅蜀地遂寧，有一位名叫周弘嘅後生，佢對萬物都充滿好奇。一日，佢喺蔗田邊睇住呢啲甜似蜜嘅甘蔗，諗緊點樣可以將呢份甜美保存得更耐、更純。果晚，周弘發咗一個奇夢，夢中似有仙人指點，講到凝霜成精，其色如冰。夢醒之後，周弘深信不疑，開始喺山林泉石之間尋找讓糖漿凝結成精嘅奧秘。佢先係跟古法將甘蔗汁熬成濃漿，再反覆暴曬結晶，得到最初嘅糖霜。但周弘並未滿足，據宋人《糖商譜》記載，佢發現加入特定嘅莊柯水或指某種含礦物質嘅水源，能令糖霜結晶更大、更透。經過無數次嘗試，奇蹟出現咗，糖漿中凝結出大塊如冰如玉、透亮清潤嘅結晶，冰糖誕生啦！大人，此乃草民以新法所製之冰糖，其性清潤，可入藥尼。晶瑩若冰，實乃佳品，當表奏朝廷。多謝周師傅呢碗糖水，飲落去個喉嚨即刻舒服咗好多。冰糖嘅清甜淡雅，好快就得到文人雅士嘅青睞。有文人贈周弘詩句，讚其清甘勝蜜，冰心玉質。周和尚並無藏私，將冰糖之法廣傳鄉里。從此呢味冰玉清輝就由蜀地走向天下，成為藥膳同雅趣中不可或缺嘅一味。隨息居飲食譜：清黃萬應，李甘涼，潤肺清胃，涼心，化痰息風，養陰如醋，可絞汁熬膏，加冰糖，而糖熬燉，為李膏，調其涼性，增其潤力。呢段記載精妙之處在於指出冰糖嘅作用係調其涼性，增其潤力，即係話冰糖嘅平和可以中和李嘅微寒，令呢道湯水更適合大多數人，並將潤肺養陰嘅功效發揮到極致。本草綱目節選，名李時珍。砂糖潤心肺，燥熱治嗽消痰，解酒和中，助脾氣，緩肝氣。其實更早嘅《本草綱目》中，李時珍已指出，砂糖當時冰糖屬砂糖上品，潤心肺，燥熱治嗽消痰。兩相對照，可見冰糖潤肺止咳之效係歷代醫家所公認。今日分享一道古法冰糖雪梨羹。材料：大雪梨1個，黃冰糖15至20克，南杏仁、甜杏仁5至8粒，清水約400毫升。首先，將雪梨用清水仔細洗淨，跟住用竹刀輕輕削去外皮，去核、切件。記住，梨皮同梨核其實都有用，唔好隨便丟棄我。南杏稍微搗碎一下，等佢嘅香味同功效更容易出嚟。起火，準備一個燉盅或者砂鍋，將所有材料放入鍋中，加入清水，份量剛好浸過材料就夠啦。蓋上蓋，用文火慢慢燉上約1小時，等雪梨嘅清潤同冰糖嘅甘甜徹底融合。功效：養陰生津，潤燥止咳。
適用於秋冬季節乾燥引起的咽喉乾癢、皮膚乾燥、乾咳少痰。禁忌：風寒咳嗽、痰多清稀者不宜，糖尿病患者慎用。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揀冰糖，首先要識分兩種：單晶冰糖同多晶冰糖、老式土冰糖。單晶冰糖純度高，清甜不膩；多晶冰糖天然結晶，保留更多甘蔗原香同礦物質，藥用同燉補通常更佳。上品冰糖以色澤自然微黃，晶體通透，乾爽唔黏手，聞落有淡淡甘蔗甜香為佳。如果顏色太白得唔自然，或者有異味，就要留神。古法製冰糖係將糖漿倒入陶盤，插入竹片，靜待十數日自然結晶，好似我哋之前所見。現代工業則用不鏽鋼罐，控制溫度與攪拌，效率更高，結晶更均勻。冰糖唔只係甜味劑，更係一味出色嘅藥引。其甘甜之性可以甘以補脾，帶動藥力；其潤澤之質可以緩和諸藥燥性，尤其適合搭配川貝、百合、沙參呢類潤燥藥材。冰糖怕潮濕，古代會用大陶甕存放，裏面墊上乾燥稻草，有時仲會放入一包炒過嘅米或者茶葉來吸濕，然後密封放喺陰涼處。現代就用密封玻璃罐。冰糖磨成極細粉末，仲有外用妙處。古時若口舌生輕微小瘡，或湯火輕傷後身肉初生時乾燥痕癢，可用少許純淨冰糖粉薄敷，有助潤澤生機。當然，嚴重傷患必須求醫。所以話，冰糖唔單止係甜味來源，佢源自甘蔗全株的精華，經古人智慧轉化，成為一味藥性平和、潤而不膩嘅良藥同食材。臨床應用上，冰糖常與川貝燉李治燥咳同百合煮水安心神，與陳皮泡茶理氣健脾，配伍得宜，功效倍增。從現代科學角度睇，冰糖主要成分係純度極高嘅蔗糖，佢能快速補充能量，其潤喉感源於糖分在喉部形成嘅保護膜。同時，冰糖所含嘅礦物質微量元素，亦對身體有裨益。當然，食用要適量。冰糖雖好，但亦有忌疑。第一，甜能生濕，痰濕體質肥膩之人不宜多食。第二，消渴症即糖尿病患者務必慎用，最好遵醫囑。第三，瞓前勿食，免生蛀牙。記住適量為宜，方能享其清潤之福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